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，还是我给脸不要脸？动不动就权利自由，我是老板，你是打工的，你的权利是我给的，明白吗？是，唉。你看看你自己这副样子，啊，长相 C， 哼，身材最多 C 了吧，是不是？学历、能力、家庭出身都是 C， 张雪婷，你的人生就是个 C， 所以你凭什么跟我斗？啊？